距今5000年前，黄帝与蚩尤大战于涿鹿。这是炎黄大战后又一次两位英雄之间为扩张势力范围的对决。战争早已落下帷幕，战争中的3位部族首领炎帝、黄帝、蚩尤共同开创了中华文明，成为中华三族。相传，蚩尤被黄帝打败后，部落中的一部分融入炎黄部落，另一部分开始了在中华大地上亘古未有的大迁徙。据史料记载，以蚩尤为首领的苗族先民九黎部落，是一个由9个亲属部落、81个氏族结成的联盟。距今5000多年前，九黎部落生活在今山东、河北、河南3省交界地区，他们的中心聚落在山东的曲阜。这是一个经济相对发达、文化比较古老的部族，由于涿鹿之战而威名远扬。秦王朝以后，由于楚国的灭亡和历代封建帝王的压迫和逐放，迫使苗族先民由黄河流域及长江中下游向中国的西南地区迁徙。世所罕见的迁徙伴随了整部苗族的文明史，它后来被称为人类发展史上最古老的长征。从东部越向西行，流露在歌语服饰以及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关于远古迁徙的回忆就越发浓烈。2000年前，苗族先民们的大队人马还没有停止，他们还在向前走，跨出贵州，进入云南，并将血脉子孙散落在云南昭通、文山、红河等地。今天，全国各地不同支系的苗族服饰总计多达100多种。云南的苗族同胞属于苗语3大方言区的西部方言，由于历史和长期散杂居住的原因，服饰也各具特色。